过来接来给你。你忙完了，你给凤酒，买给老酒啊，你就然后就按那冰箱放在那不？放在那就不弄到饭。你就放在那慢慢的吃，你可以往那个是哪好，或者煮成就是哪好，煮盖就是哪可以。那么你就按这个大了来吃都可以，反正好量好讲究。你哪可以倒闭来上呀？你哪比在的吃的倒闭啊那么看的都可以。就看菜市场一样飞机上拿到哪哈去找饭去，好像玻璃皮不蛮好，除非能看的保票不好，生意中评的不好，玻璃条蛮好。今天你就用一点票的，你不是问的，你就一点票的，剩下的就别了。我是问的，就按照玻璃回事了。好，多谢。你注意身体了哈。对呀，你身体健康的了，你争取明年后年今年30次，看哪里？那你看哪里？好了。好，拜拜。